主后2023年1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共的人生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创世纪27章41节到28章第9节。以扫因为雅各得到老爸的祝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内讲：阮老爸得要过身，等丧事办了，我要杀死我的小弟雅各。有人将大囝以扫的计划甲利百加讲，利百加就找人去叫伊的细汉囝雅各来，甲伊讲：恁兄哥以扫要杀你，消伊的怨恨。当我的囝，就听我的话，赶紧走去合兰恁阿舅列班遐，甲伊住一段时间，听候恁兄哥会受气消。到恁兄哥受气煞，袂记得你对伊所做的代志，迄时我才找人去带你倒来。我哪着一日失去2个囝。利百加对以撒讲：我因为以扫带这2个迄人的查某囝，活甲真艰苦。雅各若搁带这所在迄人的查某囝，我活得有甚物意思？以撒叫雅各来，甲伊祝福，吩咐伊讲：你毋通带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，你随时去米索不达米亚，去恁外公比土利遐，带恁母舅拉班的查某囝做某。愿全能的上帝祝福你，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成做真济族。愿上帝将伊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，赐予你甲你的后代，互你承接你现在寄居的地做产业，就是上帝互阿伯拉罕的地。以撒叫雅各出发，雅各就去米索不达米亚。阿兰人比土利的囝拉班遐，拉班是利百加的兄哥，雅各甲以扫的母舅。以扫看到以撒甲雅各祝福，叫伊去米索不达米亚对遐娶某，佮听到以撒祝福雅各的时，吩咐伊毋通甲迦南的查某囡仔结婚。佮看到雅各听爸母的话去米索不达米亚，就知伊的老爸以撒无介意伊带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。以撒就去以实玛利遐，伫伊遐的某以外，佮带马哈拉。马哈拉是阿伯拉罕的囝，以实玛利的查某囝。尼拜约的小妹以上，无共的人生。接续伫以撒为囝祝福了后的故事记载，是以扫和雅各这2兄弟仔行往无共的人生道路。以扫因为老爸祝福雅各，扣恨小弟。有人甲这消息甲利百加讲，雅各就展开逃亡的人生。创世纪作者所描绘的家族故事，一步一步引带咱甲焦点愈来愈集中。对以扫甲雅各的出世，以扫出卖大囝名分，到雅各骗取老爸以扫的祝福等等，甲兄弟的差异表现到极致。虽然其中有老母利百加的赞鼓助阵，毋过兄弟仔的个性暂然无共，也互彼此哪行哪远，直到行无共的人生道路。利百加通讲是雅各的军师，因为所偏爱的雅各无得受大囝的祝福，
良必伊也知影大囝以扫的心内不平，甚至听闻伊有杀害小弟的计划，所以利比甲赶紧用雅各着结婚做理由，安排伊前往赫兰投靠阿舅，就是伊的兄哥列班。利比甲对以扫讲，伊讨厌以撒带的迦南新妇。雅各若搁带即所在迄人的查某囡仔，我活地有甚物意思？这互以撒吩咐雅各转去米索不达米亚对亲族中娶某，毋是留点当地娶迦南女子。这个理由，互雅各有机会逃脱以扫的杀意。总是同款的理由，也加深以扫心中的不平。即阵伊才知影，爸母拢无介意伊所娶的迦南女子。两兄弟仔对安尼开始展开因无共各自的人生。雅各选择去投靠阿舅拉班，因为真正离开家庭，就学习家己独自面对问题。伫这以后，咱通看到雅各互拉班食滚一脚，为着娶心爱的女子做某，为拉班卖命14冬。了后，咱也会看到雅各的故事诚做经文记述的主轴，直到伊诚做大族。以扫的大囝祝福已经互小弟夺走。毋过，伊犹原选择迎合爸母的喜爱。当伊知影爸母讨厌迦南女子的时，就去以实玛利遐带伊的查某囝玛哈拉做某。28章第9节记载，以扫去到阿比拉罕的囝以实玛利遐，带伊的查某囝做某。作者伫遮埋下伏笔。咱通看出，以扫哪像就留伫遐生活，直到后来当雅各倒转来故乡的时阵，以扫是对以东过来甲雅各会合。亲像利比甲所讲，迄时以扫气已经消，袂记得雅各捌对伊所做的代志。伫兄弟重逢的时，以扫欢喜热切迎接雅各。人生的经历无同，承受的祝福也无同。以扫检采毋是主角，伫以色列的历史中也显得微细。毋过，就算伊无得到大囝的祝福，犹佫无放弃任何通得到爸母肯定的努力可能。终究也为着家己开创一方的世界。伊虽然捌伫大受气下当杀念，毋过后来还是接纳伊的小弟。若是雅各虽然一时得骗得大囝的祝福，毋过也为着安尼付出真侪代价，直到真正经历到上帝性命才解决。默想，若是我和以扫同款，无得到有期的祝福，我的反应会安怎？雅各虽然得到要爱的祝福，却着付出代价，这对我有甚物提醒？若是我和以扫同款，无得到有期的祝福，我的反应会安怎？雅各虽然得到要爱的祝福，却着付出代价，这对我有甚物提醒？咱来祈祷，掌管生命的主，我总是想要知影家己选择的人生方向是毋是正确。毋过你却一直无互我标准答案，简单互我明白，无论我对倒位去，你拢要甲我同在。我的一生拢属于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。
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